为了支持青年创意，鼓励少年仔回来种田，彰化县长王惠美进前特别来到秀水乡青农林家兴的温室农场，颁发30万青年创业金，支持青年创新和对彰化农业的付出。林家兴本来伫咧外地工厂做工课，后来返来故乡研发报道的火镰刀，伊投入资金去温室，嘛用环保对人体和环境无害的方式来投糖。那他本身呢，他们家种了豌豆有30年，那过去就是用传统的在田间的一个做法，那他现在把它变成温室。县府针对彰化县18岁到45岁少年人，提供每一个人上最30万的创业基金补助。有这个想法，有这个意愿，也可以继续再做提案了。我们下一次的审核时间是在4月份，所以提案时间是到3月底。秀水乡果子产销班希望会当带动愈侪少年人做投入农业，嘛希望民众会当甲农民鼓励一下。